今日就教大家做呢個用生黃雞做嘅辣椒小炒雞。生黃雞呢，油份比較多啲，特別香，所以食3碗飯都冇問題啊！香港嘅新鮮農場雞呢，係會有埋啲內臟俾你嘅。我哋先將啲雞呢炒乾，因為新鮮雞呢就唔需要過水嘅。半隻雞都咁多啊！你睇下，小炒雞呢要注意要切細粒啲啊，好似一個手指咁樣咁粗就得啦。水分炒乾呢，就先拔出嚟，擺啲油，係啦，先爆香啲薑，然後再將嗰個紅椒同埋辣椒仔爆香，蒜都放埋落去啦。辣椒呢要炒香啲先加雞落去啦。而家可以放雞啦，擺啲酒，加老抽，加啲蠔油，加啲鹽，再加啲生抽，然後再炒一炒，加少少胡椒粉。青辣椒加埋落去，大概燜7-8分鐘。哇！上菜啦，好香啊！